8日为真济行金马奖的资深影视工作者潘志远导演，为了传承原住民文化，特别用 VR 影片记录部落，克服着环境加气候因素，透过720度的虚拟实景，结合生态旅游节目，希望带动地方产业，也让民众有无同款熟悉文化方式。伫头壳顶挂 VR 的显示器、手架控制器、凸灯球，伫咧720度镜面内底体会排湾传统仪式5年祭，要成做勇士的过程。对台东土邦部落出产的红梨、出名的情人桥，到规个大街小巷，拢通亲身行一逝，感受土地的水。安怎让使用者感觉真实，是上界大的挑战。为头前录影到后壁完成，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。气候啊，各个环境啊，环境对我们来讲咧，拢是一寡考验，所以讲爱来回安尼去做，才有法度呈现出一个完整的部落的原貌。所以这种可能在技术上面会导致乐听者觉得这不是我的一个问题，是要透过很多的一个设计的方式去解决。因为它是360度的一个影片，所以你这样拖移这个就是影片的任何一处，你就可以去探索。这个新生态节目是政治大学甲电视企业集团合作，用虚拟实景打造的。3月初整个虚拟影片就会伫咧网络播送，观众会当用各种装置来体会，真若家己有家己的显示器，效果会更加好。需要透过我们一些资源的挹注，让大家来发掘原住民更多美好的，不管是你心灵上的感受，或者是视觉上的感觉。永续发展的一部分，这是全世界拢爱去做的工作，城乡这个分离爱甲合作起来。业界甲学界拢期待透过元宇宙这个虚拟概念，让更较侪人来一抓原住民深度部落的旅游体验，颠覆英国影音内容制作的技术限制，也带动地方文创设计甲创新的能量。记者阿明金、曾海文台北报道。